了哈。好，看看你怎么翻哈。如果你已经翻好了，你就可以先播哈。好会勤跟智慧上线了。啊，会勤就是1000吗？会勤不是1000哈，不是哈。好，会勤是啊，对，啊，会勤是1000了哦，是对哈。对，哦，好好好好，太好了。会勤智慧，好，OK，好，就麻烦你们了哈。来，把你们翻好的就可以打上来哈。啊，我们交流一下哈。那这个看你的方言的那个婚礼啊是哪一个哈？那如果说是这个男士的应该是没有了哈，啊男士有，啊男士是马拉莫特哈，马拉莫特。如果是修过来的是拉莫特哈，如果是海岸的叫达鲁玛啊，那个马兰的叫巴嘎伊夫哈，但是他们写成这样子哈。好，再来是这个恒春的叫巴嘎丁啊，巴嘎丁。好，这个5个方言呢，除了这个南市跟秀姑兰比较接近之外哈，其他呢大概是这样子哈。婚礼结婚啊，好，结婚跟婚礼又是2个词哈，看怎么去构成这个词哈。婚礼，举行婚礼的家里哈。好，所以动词呢是会准备跟宴请哈，宴请。那当然，如果按照这个主词词组里面的举行，它也是动词啊，就是说看你怎么显示哈。所以会准备咸猪肉和糯米酒，哈啊，会准备咸猪肉和糯米酒宴请朋友哈。准备啊，准备看看你是比较通用的词叫巴达拉哈啊，比较通用的词叫巴达拉啊，准备啊，预备啊，这是通用词。啊，如果是文化词呢啊，叫做米沙哈饭啊，不晓得啊这个词哈，米沙哈饭哈。米沙哈饭的话，就看看这个方言里面你们有没有用这个词，叫做准备哈。啊，咸猪肉啊，西肉啊，糯米酒可能各方言不太一样哈。那如果说是宴请呢，嗯，宴请呢，巴达嘎也可以哈。啊，巴达嘎。好，这个几个关键词哈。好，
好，书显翻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好，米巴达拉都西罗阿都照古罗马诺米巴达罗马爱啊，米巴后罗都马里尼纳爱，好，可以哈。所以主词就是这个罗马诺哈，好，罗马诺米巴达罗马爱哈，好，好，这个很好哈，这个句子结构就是正确的哈。米巴达拉就硬背，硬背什么？希腊，好，造哈，希腊，好。理论上这个句子呢，好，也可以再修改成这样子哈。好，米巴达拉古罗马哈，这个米巴达拉阿米巴呼罗哈，这个哈，去预备宴请哈，米巴达拉阿米巴呼罗啊，都希腊啊都照顾罗马诺米巴达罗马爱都马里尼的爱哈，这个句子也可以这样子哈。好，因为这个准备宴请本来就是一个联系动作了哈。联系动作啊。好，明白当然把握住了哈。好，OK。好，我们看一下。好，修兰的好了哈。修兰的是南式方言哈。好，我们看一下哈，放大一下。乌巴罗海啊，马拉穆莱啊，拉拉夫努罗马，巴达拉多嘎，西塞啊，弟弟努瓦维，啊多，绕努巴。巴达嘎杜拉鲁玛，拉鲁玛安伊罗玛哈，好，这边就是你的那个主词哈，主格标记没有显示出来哈。哦，巴罗海啊，马拉鲁派啊，马拉鲁布，no，罗马巴达拉啊，就是这个姑啊，那个秀兰有听到吗？嗯，我姑，你的姑要放在哪里？就是你的主词哈，举行婚礼的家里，这个是黄色，这个是主词，就是说，所以举行婚礼的家里是不是？对，嗯，所以看一下哈，怎么改哈。米巴达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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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准备是哪一个写？巴达拉啊，巴达拉啊。好，等一下哈。可能往下面走一下哈。好，帮你修改看看哈。好，好，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哈。看一下哈。巴达拉都嘎吉拉弟弟努瓦维阿多拉努巴巴塔嘎多拉鲁马鲁马古哈古好，在这里哈，这样就可以了哈。好，你念看看顺不顺，可不可以？
Patalatu kadai titi no papui ato around no apa patahkat to lalago Lalumaan. lalumaan luma ko paluhay maramutay lalabo no luma 可以吗？好因为就是主词在这里，看到没有？主格标记，就是说，黄色这个有没有？举行婚礼的家里，这是个主词哈，所以按照你的结构呢，也就是说这个是黄色的，好，这是黄色的，好，那这边的动词是什么？准备什么？宴请，对不对？所以你的准备是巴达拉嘛，对不对？你的准备是巴达拉嘛哈，巴达拉，然后宴请是巴达干嘛，是不是？对好，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就对了哈。当然就是那个多可以摆在后面，就是这个哈，多罗马这个有没有？这个可以摆在后面，好，也可以，好，好，基本上这个结构应该是这样子哈。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还有谁？智慧哈，智慧对。好，智慧。好，padala tu sila atau pahno kani ku Roma no mi pada Roma ai pataka tu marina ai哈。kani 你的 kani 是那个酒 kani 是什么哈？请教一下那个智慧。pahno kani 酒酿的 kani 你 pahno kani 是酒的什么？什么酒？酒糟是吗？就是那个甜酒酿甜酒酿哈。所以你是哪里的哈？在过鸟了吗？马古代曼谷的爱哈，好，所以基本上你应该还是属于海岸哈，对，海岸哈，偏北边哈，干腻还是干腻？干腻哈，不是干腻，好，应该是念了哈。好，这个单词还真的是好，我自己也学一下哈。所以这个结构没有问题啊，没巴达拉都西拉都巴诺干腻哈。古罗马诺米巴达罗马爱巴达嘎多马里纳爱哈，马里纳爱。好，你这个结构基本上跟那个书写哈差不多哈。好，好，没问题哈，很好。再来是会琴也算是，基本上也是海岸了啊。会琴，所以好，你的这个基本上是一样哈，就是直接用吧啊。好，没巴达拉是希腊的巴古罗马诺，没巴达罗马爱巴达嘎多马里纳爱马里纳爱。那理论上这个马里纳爱是一个缩减音哈。我把这个字弄出来一下哈。那这边那个书写的，你看是马里尼纳爱哈。好，这个2个字哈。那就我知道，应该这个字是比较偏向秀姑兰这里这个词哈，比较偏向秀姑兰马里尼纳爱哈其实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应该是词根应该就是伊娜嘛哈，伊娜是词根就是妈妈哈。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这边的一呢已经不见了哈，伊娜伊娜这里哈，玛丽应该是一个复合词缀哈，复合词缀，所以这边呢
可能有重叠的概念在哈，您了哈，所以这里哈，差别在这里哈。好，基本上我自己去调查呢，就是这个词缀大概会出现这样的啊，那这个是缩减音了哈，变成是缩减音都是就变成玛丽娜爱、玛丽娜爱、玛丽妮娜爱啊，会出现这种两种词汇哈说出来一下哈。好，这个基本上大家都翻出来了吗哈？好，4个哈，好，没问题啊。好，那我们看下一句哈。好，一样哈，举行结婚典礼时要交换手环、戒指、项链等等。好，所以说如果说你一定要把每一个字翻出来的话，你就要注意一下哈。通常这个等这个字你看怎么显示啊？等等。好，当然举行结婚典礼，所以举行结婚典礼时要所以要交换是不是？要交换就是个动词啊，所以交换什么东西啊？手环、戒指项链这个应该是一个可能秀过了不，男士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举行结婚典礼时要交换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呢，这个应该是这个主词看看你怎么写哈。举行结婚典礼要交换手环、戒指、项链好，我们就开始翻哈。好，结婚典礼刚刚是这个婚礼就是婚礼就是结婚典礼了是一样的所以举行结婚典礼所以在阿美语来讲，其实举行结婚典礼跟举行婚礼是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概念。好，如果说是这个手环呢，叫做嘎上看看你的单词是什么上嘎上嘎上看男士的单词会不会不一样戒指叫法蒂项链叫藏奥看看你的单词这是我会的了看看你的单词是怎么样好，交换交换呢，你怎么显示呢？是直接用交换这个词呢，还是怎么样它有2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这个词交换互相给也可以你给我，我给你给所以从给这个词呢让有彼此互相交换的就要用词缀这个就是词缀的应用了。好，写好，书写写好了好，我们来看书写的
好，麻烦法律都加上法的都张奥以比巴达罗马案哈，好，以比巴达罗马案哈，没法律都加上哈，好，当然是用1可以哈，10哈，以比巴达罗马案哈，好，当然就是说哈，基本上这个是正确的哈，现在就是说这个等哈。要交换呢是在这里哈，马发力哈，马发这个词缀是应用在这里哈，所以那个苏贤哈，你觉得要用马发力才是巴发力才是咪发力，就是这个词，你觉得啊？可以用咪哈，咪发力哈。咪对咪应该是咪，我写错了。然后也可以用8，我没有说你错哈，就是我要让你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那我用妈面是要改成锅。好，妈也不是错，而是说因为妈就是想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结婚典礼的时候要交换啊，这是这个句子是还没有发生哦，有没有？结婚典礼时有没有？还没发生哦，有没有？已经发生吗？还没有哦，只是说大家知道要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妈不是错，因为想象就已经是妈了，没有错的哈。那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你的妈跟咪跟巴，它的差别在哪里啊？咪就是你讲的我要去做很单纯的但是还没有做，对不对？那巴发力就是要做这个动作，其实这3个字都可以用哦。我要讲的是这个了哈，不是说你错。好，另外就是这个等的话，你看等这个字还真的是不好翻哦，你自己试看看哈。我不会，不会哈，好，不知道用。好，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好，这个这个是子习是吧？是。好，不错哈。好，我们先看你的哈。哇，这个好，子习你是马兰的是吗？嗨，那你用这个单词还真的是哈，你这个是就是这一句了哈。你为什么用米沙哈饭哈？米沙哈饭法律都高地张奥都加上安扎我都给就是说你当然你这个翻译的是就是说这个婚礼是可能要你没有你这个都给是多的哈，就是说你最好是按照这个句子句子的意思去翻译哈。当然你这个米沙哈饭是什么？就是前一天要结婚的那一天晚上要准备的东西是要交换的东西都要准备啊。可是问题是还没有举行呢。对，没有错。问题是就是说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嘛，就是你这个举行了了。还没有举行，就是他现在是要嘛，举行结婚典礼是要其实还没有哦。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马发力度你的高地是什么？瓜地戒指瓜地就是交换的意思，就是戒指，就是那个是定情的戒指了。怎么念？瓜地瓜地所以不是高地哦。瓜地乌是改错了，乌应该是乌瓜打错应该是瓜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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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瓜地张奥都加上嘛好，那现在就是这个多给就是多的，对，
都可以是多的哈。就是我们现在是练习翻译了哈，就是说希望能够尽量按照这个中文去翻译。那好，你的米沙哈拜是什么？其实米沙哈拜叫准备，准备准备，所以你还是要按照什么举行结婚典礼这个结婚词。那你们是是马兰的话，举行结婚典礼应该怎么说？啊，你再修改一下哈，你再修改一下哈，好不好？好，就是举行结婚典礼这个词，你应该怎么说哈？好，你等一下再修改一下哈。好，我们先看别的。好，修染的好了哈。Ini api karamusan ha pavalis to kasang tatamus atau zaar haza 好，在所以你就是直接翻了哈法力哈，就是说这个秀兰哈，就是说我们的结构哈，就是说通常哈动词要先翻。你要习惯一下啊，动词要先翻哈。等一下我们再修改一下哈。好，动词要在前面哈，不管它是有没有主词，它的动词结构都是在前面哈。就像这个马法法利，请看，所以你应该就是马法法利这个往前哈，这个好这样子哈。可是我可以用八吗？可以用八吗？八。你可以用什么？八力。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用八没有问题的。八力都跟上，达达木是这个戒指嘛？戒指好，所以我知道你们的单词不太一样这二的是项链嘛？对，好，所以你这个哈字等等是吗？我觉得是用等等。好，可以，这个字可以哈，所以这边就不需要不需要那个就这样的话，一滴呀一所以这边还是加个一哈。巴利斯你念一遍看看，你念一遍。好，巴利斯kazang tatamus atau zaar haza dia ipikaramudan。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可以吗？那个一不用分开吗？如果是我都不分开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一看到没有，一滴有没有看到？你的一滴的一要分开吗？不要。一滴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嘛，那一比嘎拉木赞呢的一是什么意思？一样也是在呀。那你为什么要分？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它是词缀，它不是但是现在这个改不了已经改不了，因为很多人反对我这个东西所以当然我是希望你能够连起来因为我找到太多这样的词，你像一滴你不分，那你一比嘎拉木赞你为什么要分呢？一样的概念好，我们看那个其他的好，我们看一下慧琴的好，慧琴就用米法力它的意思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就是用妈用咪用八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好，米法力杜嘎上发第阿杜张奥一比八打龙案这个就是比较精简好，OK，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那个子熙的他修改了我们看一下习的是
这里啊，它是改成这样的哈。Mipakatim i mafafali to kuwati kuwati 没改到。kuwati zangao atu kasang 哈，这样就对了了哈。如果结婚的时候是不是mafafali to kuwati zangao atu kasang 啊，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这样就很好了哈。好，那还有这个。还有智慧的哈，智慧的基本上应该 OK 了哈，再加一个副业。好，好，麻烦翻译都看上viva 都张奥一比巴大罗马案。好，viva 智慧，你为什么会用 viva？ 戒指。哎，智慧 ，viva 是什么？戒指。戒指啊？哦，你是法兰奥的吗？你确定？不是。你是哪里？你是海岸的？不会吧？海岸啊。海岸的 viva 是，你知道 viva 是什么吗？戒指啊？对。viva 的话，viva 的话，如果按照我知道的单词，它是琵琶，琵琶，琵琶。哎，琵琶。当然每个部落不一样了哈，好，但是你自己在那个一下哈，因为我知道 fiwa 都叫琵琶，因为这是个介词。当然也有可能说，所以介词的话就不太像哈，不太像是 fiwa 啊啊。如果是项链的话还好啦，因为如果那个形状像那个琵琶的话哈，挂在项链还可以哈当然这是我的疑问了哈，因为我们很多方言单词不太一样哈。好，你自己再去做确认了哈，好不好？好。基本上你的结构没有问题哈。麻烦法律都干上viva 都张奥一比把打龙案哈。好，这个 OK 哈。现在就是说等这个东西哈，等这个词本来就是不好翻啊。这边有翻到了，大概只有那个秀兰秀兰有翻到，他用哈扎扎了哈扎当然这个每个方言不太一样哈。如果说是这个我看一下，马翻翻译都跟上发地都这样一比八大陆案一比八大陆案。好，所以这个字呢，还真的是不好加进来哈。这个应该就是什么？应该要加在哪里呢？加在这里哈。麻烦法律主干上发地都这样加在这个地方加在这个地方。但是要用什么词你看要交换这个手环、戒指、项链等在结婚典礼时一比八打龙案很简单哈。你看好，所以达鲁玛其实达鲁玛就是什么？达鲁玛就是到达家的意思了哈。那把它是送到家里那它就变成是举行结婚典礼那 B 按就是时间时间 B 就是要举行结婚典礼，或者是应当举行结婚典礼。好，麻烦法律都干上翻的按图章这边的一呢，就是其实应该就没有问题，问题就是等这个字好，麻烦法律都干上发的按图章
多玛安，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多玛安，多玛安安哈。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都马安难啊，马安难等等，这个马安难就是不只是可能不只是主要是手环、戒指、项链了哈，还有其他的嘛，等等啊，等等啊，都马安难一啊。如果说你真的要翻的话，只能这样翻了哈。好，OK，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好，除了舅舅会加以幸免，族人也会为他们这一对祝福啊。所以除了舅舅会加以幸免，族人也会为他们祝福，也会为他们这一对祝福哈。好，所以舅舅哈，所以这边的主词哈，族人哈，那动词主要是幸免啊，动词是幸免啊，祝福啊，这边主要的动词啊，主词动词哈，所以这个可以分成2句。那会比较难翻的就是会加以哈，除了，这就是这些词哈，就是看看怎么把它加在这个你的翻译里面哈。族人会为他们这对祝福哈，族人会祝福啊，舅舅会幸免啊，会幸免啊。舅舅会幸免，族人会祝福啊，会祝福。嗯，好，那怎么样把这个句子翻出来哈？好，除了啊，除了，所以这个应该都是用吃罪哈，看看是，如果你能够用吃主哈，就用吃主，如果能够用词缀就词缀哈，都可以哈。苏醒，我们还是4个人是吗？1、2、5个，还有谁？好，就是对，5个没有错，5个。子熙，还有对啊，哦，对，5个，这是智慧嘛哈，对，5个哈，OK，好，好，幸免哈，幸免就是大概都是remove了哈，那也可以有的方也可以用读论哈，读论哦，把读论哈，那祝福呢？把人们哈，看你的都可以哈，一对哈，为他们一对，所以为他们这一对，他们就是一对了哈。
所以除了哈，所以这边呢，除了还真的是啊，看看你怎么翻哈。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接系词哈，这个叫接系词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很明显呢，它不像中文，它非常规范哈。所以这边呢，主词就是 faqih 啊，还有族人呢，族人最好是用这个字了哈 final 啊，final 啊，最好是用 final 哈，不要用 final 炸弹哈 final 哈。所以 final 是同民族的意思哈，同民族。所以就变成是族人或百姓哈。在中文的百姓的话就不太一样，概念不太一样啊。所以 final 主要是指同民族哈，所以叫族人哈。那如果说 faqih 的话，北方啊，它的意思比较宽哈。如果只有南方呢 faqih 就是男性的长辈啊。那北方的话，它的这个宽度更宽哈，就是包括这个爷爷外公的那个辈分呢，都包含在里面哈。就是北方的它这个词性比较宽哈，词性比较宽翻译也是一样哈。好，书写翻好了哈。min bali mo otho ko faki min bali mal ko finalan i zanglaan atatusa 哈。好，这个是可以哈，基本上翻的没有min bali mo otho ko faki 啊，min bali mal 哈，min bali mal ko finalan i zanglaan atatusa 哈，基本上是可以了哈。现在就是说，后大概就是只能说是这个加以这个地方哈，加以看一下，加以哈，还会哈，会加以姓名，加以后哈，大概可以哈。现在就是除了这个没有翻单哈，没把它们去祝福，没把它们后过 final 哈，所以这边用后也可以哈。族人也会哈，也会也这个后也可以当也哈。没把它们后过 final 也长了按大多少可以哈。现在就是这个除了等一下我们看看哈，看看有没有别的哈。等一下再讨论哈。好，这个智慧的好了哈。
在这好一定哈，没把你们二股发给可以哈，加以一定它用一定的概念，你把你们超过比那人长了按马了木带，好，所以基本上这个结构跟这个书写的差不多，它是用在这这边就是否定就变成一定，也可以变加以哈，这个可以哈，好。大概也就是那个除了没有翻出来哈，看看我们待会讨论哈。好，所以这个后在这里大概就是也哈，你把它们后古 final 烂哈。好，好，秀兰的啊。好，Menturun hatsa ku faki atau finalan tu baluhai amala mulai tu sapakaramat tohnian 好 tohnian 哈，好，所以这个多尼多尼就是他们就是在南日方言多尼是他们这个词我现在还是没有研究出来你们这个非常特别好，现在这个问题呢，还是这个米德伦哈赞加以大概你是用这个方法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地方呢，我们待会讨论看看怎么把这个词给它加进来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没有了书写。每天好，会请的好了好，明白了吗？后我发给明白了吗？我 finalan 一整栏马拉木带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这边呢最好还是加个呼了明白了吗？后好，因为按照中文的话也重点是这个也了这个也就是后就是这个也好，加以幸免所以这个后呢也可以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加以可以又后可以说是又或者是在加以，所以没有问题你把他们透过 final 一张栏马拉的木带夫妻他们夫妻这一对都可以除了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字都没有翻出来除了看一下还有还少一个是好，所以除了这个字除了应该怎么翻它其实除了它就是说它有强调的意思在所以乌乌尼嘎所以前面用乌乌尼嘎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又要改我们就用这个就好了乌尼嘎比巴比木
哈呼啊古法基啊我要加的就是这个了哈，加这个，然后这个咪呢，这个咪改成 b 哈。好，你可以用乌萨嘎 b 也可以，尼嘎 b 也可以啊，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强调哈，强调他要祝福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翻译出来哈，有翻译出来哈。那基本上你看那我写的这个字哈，我写的这个字我是不分的哈，后其实是一个后词缀哈，是一个后词缀啊。当然现在这个你还是按照你们的哈，没有关系哈。所以我们的词缀是非常复杂的哈，所以真正的词根是这个 limot 哈 limot 米巴 limot 米巴 limot 古法基哈，那米巴 limot 那因为前面改了乌尼嘎为什么改了呢？因为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乌啊，所以那个苏贤苏贤也所以嗯前面是乌对不对？改成乌嗯，所以改成乌的话，后面要变成什么词性？还记得吗？名词对，所以名词，改成 b 是不是？这个关键在这里哦。对对对，好，嗯所以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在这里，你看，只要是乌后面它必须变成名词性，所以它这个咪要改成 b，关键在这里哈。这个 OK 哈，没有你哈，这个就可以牵扯到你将来。老师如果用乌鲁玛萨度也可以，除了也可以，因为乌鲁玛萨度是最简单的，鲁玛萨度就不用了鲁玛萨度，鲁玛萨度不需要换，不需要换，就这样。但是你这边要加一个逗号，鲁玛萨度有没有？那后面就一模一样。好，鲁玛萨度可以用，没有问题。换言之，另外除了没有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讲的转折仪呀，转折仪好，这个蛮好的哈。还有会前的还有那个呢，子习呢？子习休息了。好，就是说这个转折语的部分呢，除了所以你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按照那个字来讲除了它的中文除了舅舅会加以姓名之外族人也会这是牵扯到下一步是舅舅是舅舅，然后会加以姓名别人也会族人大概所以我用乌的概念是在这里当然你用这个罗马萨多呢也可以也可以好，这边呢我增加的部分就是在这里所以刚刚这个关键就是如果因为孤的前面如果只有一个词的话它第一个这个词必须是动词性的那如果孤的前面呢有乌有乌了乌的后面它必须变成名词性当然如果你能够听得懂就听就说这个牵扯到句法结构还有这个构词法那也就是乌乌的后面是名词孤的后面是名词都的后面是名词奴的后面是名词乌孤都奴就是我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格位标记
我们阿美语就是以格位为标记啊，它是什么词性，就是以格位来鉴定哈。那如果后面只有一个词，乌的后面只有一个词，它一定是名词性；孤的后面只有一个词，它一定是名词性啊；都的后面只有一个词，它一定是名词性；努的后面它只有一个词，它一定是名词性。那如果不是一个词呢，可能是词组，词组的话又另当别论了。所以麻烦在词组哈。如果只有一个词的话，就是这个概念哈。好，那个老师，哎，请说。我那句哪一句？在啊在后面是不是也是要用 bi 巴里莫的？在啊在，在啊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因为这个哈，这个因为你这个是变成是一定了啊，不，你在啊在你是怎么翻？如果你按照你的意思的话，你怎么翻？不止，不止是不是啊？不是而已吧？不是，不是只有这样吧？在啊在大概不止而已，不是而已，是不是？对啊，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转折，就是你的意思其实就是除了，所以就没有跟这前面的第一个动词有关系哦，啊，就没有关系。你这个就是一个转折语，就是跟罗马萨多是一样的概念啊。如果在爱后面要跟那后面的词连的话，它就必须变成什么？变成 b 或者是嘎，好，所以你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的关键就是这边要加个逗号，加个逗号啊，停顿哈，没有问题的哈。好，这个你提的这个意见蛮好哈。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10分，好不好？好首先我们休息一下哈，休息到10分哈。好，好，那你可以先翻下一句哈，可以先练习翻下一句哈。来了哈。好，我们先看标题哈，毕业，好，毕业，看看你的方言的毕业是什么哈。那这边呢，如果说是男士的 haraknu， 你比如的啊，修过兰叫做呀啊，那个海岸跟马兰都叫比沙瓦，比沙瓦弄什么什么哈，恒春呢做利亚啊，我把这个字等一下打出来哈。好，今天是我们毕业的日子哈，今天是哈，所以这个是主词哈，这个是动词啊，动词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是呢，就把它摆前哈。那主词呢，等一下我再讲这个时间的主词比较特别一点哈，时间的主词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毕业好，那你现在可以开始翻哈，今天是我们毕业的日子哈，所以毕业，所以男士是用 halak 啊 halak， 你毕还有你毕做啥哈，做啥？好，这是男士的。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符号是很麻烦的哈。左样哈，这个是修过来的哈。比萨瓦哈，比萨瓦努比主扎山好可以哈。比利山也都可以哈。这个是海岸跟马兰哈。
如果是恒春的呢，是这样子哈，都一样。好，这个是9阶教材里面的了哈，当然你可以用你的哈，用你的这是指毕业因为我们如果按照阿美语的话，用这个毕沙万毕沙万这个词，或者是 her 完成也可以哈，用这个词组的概念，那主要跟这个都是介词哈，这个应该都是介词哈。好，你可以用阿美语的，就是用完成或者是结束了完成或结束这个词的概念来讲这个毕业哈。好，今天是我们毕业的日子。好，这个子习已经翻好了哈。好，乌米祖利亚班努尼亚姆罗米安尼尼。好 ，OK， 所以它是用咪后面加按哈。好，尼尼没问题。哎呀，怎么老是这样子？好，看一下，这期的也翻好了哈。好，这个是我比3万烂你用 B B 后面加个按也没有问题哈。都 delete 努尼亚都 delete 努尼亚阿罗米亚尼尼都 delete 学习了哈。学习已经停止了哈。罗米亚尼尼。我比3万烂都 delete 努尼亚阿罗米亚尼尼。我米主题亚班努尼亚阿罗米亚尼尼。好。老师，我在那个注意一乐园我直接打毕业，它是出现你毕业。有这个没有问题了，因为这个是介词就等于只是把它直接直翻了啦，这样子没有问题了就是翻译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翻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翻的你读得懂看得懂。如果你用那个很深的词，大家都读不懂，但也不是不可以啦就是说翻译的目的就是大家能够读得懂嘛如果读不懂，那你要解释就是这样子。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单词它并没有解释，比较可惜的部分在这里那个单词字典也查不到会出现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一下书弦的我还有个诺比迪利兰尼安尼阿罗米亚尼阿罗米亚好，等一下我们再好，我刚刚有讲到什么，就是今天是个主词嘛，今天是我们毕业的日子今天，可是你们的句子结构都没有看到主格标记这个是我的问题你们都没有估没有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们想一下还有一个我看一下修兰的慧琴的好，我比萨巴达尼亚米做他尼尼怎么样基本上都是 OK 的了也一样
这个是主词的哈。哦，阿尼尼阿罗米亚是主词啊，罗米亚是阿尼尼是主词啊，所以这个阿尼尼可在前可在后哈。好，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个秀兰的。哦，比地理站哈，没关系哈，那个不是很重要哈。好，我嘎的干喽，你比住他阿罗米亚斯。好，这个比较精简了哈。好，所以那个秀兰，哎，你要不要加今天？因为好人民二是什么？人民二是好日子，看到没有好，？加上人民二是对。好，你看你要阿尼尼亚人民亚加在哪里？你要加在哪里？加在前面了。阿尼亚啊，阿尼亚人民哦，是吗？嗨，好，可以哈。可以复制一下。好，这个结构也没有问题哈。阿尼亚罗米亚哦，卡的干诺，你比注册阿米亚哈，这个结构就是按照中文的结构了哈。好，还有郭子琪的要重新写是吧？我看一下啊，慧琴的等一下哈。子琪的是这个吧？老师会不会多加一个阿尔米亚后面？没有关系吗？哎，没有差了。乌尼比朱的阿尔米亚的。你也可以删，也可以不删啊，因为这个它的时间，你的时间已经在这里了，按这个地方有没有？哎，这个按其实就是时间了，哈。嗯，我嘎的干弄，你比做那什么，是不是？阿尔米亚好，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子琪的哈，俄罗米亚过沙瓦蛋都地利农念，那个子琪你这样翻行吗？就写写看啊。好，你就是想要把菇加进来，对不对？对，我到那个沙瓦，我在想是沙瓦饭还是沙瓦饭，或者是沙瓦饭。对，我想说已完整是用饭，然后因为要菇是后面要，他们是说要用动词还是名词嘛？没有名词了。名词对，然后我不确定。好，没关系，你这个句子我们等一下讨论哈。我刚刚说了，就是没有菇，你把菇加进来了嘛哈。好，可以了，我们等一下讨论哈。讨论你的这个句子结构哈。加菇不加菇都行哈，但是它有它的规定哈。好，你这个句子哈，等一下哈。还有会琴的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比萨瓦丹努比迪利丹努尼亚安尼亚鲁米亚，应该没有问题这句哈。好，基本上都 OK 了哈。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句子，你看会看见这个，罗米亚斯阿尼尼阿罗米亚斯这两种词组哈，当然这个词组就是今天的意思哈，罗米亚斯阿尼尼哈，所以罗米亚斯阿尼尼就是主词，今天哈，主词啊，阿尼尼阿罗米亚斯，好。
又加进来了哈。好，理论上是这样子哈。子吉你这个句子是不行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词通常要摆在后面哈，主词要摆在后面，主词哈。所以如果说硬要加估的话，硬要加估哈，可以哈。怎么加呢？我看一下哪一个句子比较合适哈。这里哈，就这句哈，我把这句弄下来。Upisawalan tu tiri luniam lumiat anini。好，所以这个可以改成估。Upisawalan tu tiri luniam估lumiat anini。因为主词在后面，估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差一点点哦，可是就是说你的记法结构呢，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的话，你是词组的概念；如果是估的话，它后面是主词。好，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像下面这个句子结构哈，我比萨瓦兰努比迪利兰努尼亚阿尼尼阿鲁米亚，所以阿尼尼这个词很特别哈，就是你记住哈，我们的时间词。时间词哈，如果这个时间词是主词，它可以不用格位标记，可以不用格位标记。我今天要讲的关键在这里哦。如果是时间词是主词哈，因为时间词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个时间词如果是主词的话，它可以不需要格位标记，但是关键是什么？它是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它在最后面的位置，那如果它是在前面呢，又另当别论了。就像刚刚我这样讲的这个，如果它是在前面，有没有？没有，我讲错了哈。如果它是在前面那个鲁米亚的可以不要哈。我比萨瓦他努比迪利他努尼阿尼尼 ，OK 了。就是后面这个鲁米亚的根本不需要不需要。这样的话，它不需要格位标记。可是如果它在它的前面是鲁米亚鲁米亚阿尼尼，标准的词组应该是鲁米亚阿尼尼才是标准的哦。好，那正常来讲，比萨瓦兰度比迪利赞会更好啊。迪利赞努尼亚郭鲁米亚阿尼尼好。我要讲的这个重点就是时间词的时候，估可以不要估可以不要好，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这里哈。好，这个没有问题哈，没问题，我们继续看下面哈。好，学校邀请部落长老为我们举办成年礼哈所以学校邀请学校学校，所以学校是主词邀请是动词邀请是动词。好，那部落长老、耆老举办成年礼，所以这个关键词成年礼看看你的这个，因为每个部落的成年礼也不太一样成年礼成年礼呢，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男士的呢，叫巴楞楞那个秀姑娘叫比萨斯拉如果说是这个海岸也是叫比萨斯拉海岸一样那如果说是这个，不对，海岸是米巴扎嘎海岸是米巴扎嘎米
巴扎嘎的话是比较通用的词了哈，通用词啊，晋升了哈。如果说是马兰，它叫巴德拉啊，这个字还真的是比较特别哈，巴德拉。恒春的是用这个字哈，我也问过，这个米巴德拉就有点像是放鞭炮的意思，就是他他那个就是长大了，就是放鞭炮这样子。音译词啊，德拉应该是低辣啊，那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简音词啦，应该是低辣啊，从这个词来的啊，鞭炮嘛啊，没关系，你就用哈。那很多单词本来就是方言不太一样啊，通用词就是米巴扎嘎塔最通用的词啊。米巴扎嘎的话是所有阿美族都听得懂哈，都听得懂。那比萨斯拉的也是可以啊，也行啊。其他的就比较特别一点了，巴楞楞啊，巴德拉，吉塔提纳斯啊，吉塔提纳斯啊。那我们恒春阿美族的这个作者呢，他比较特别了啊，就是说。我有跟他讨论过一些东西哈，他应该有被花莲影响了，他有被花莲影响。好，如果你写好了就可以打出来哈。所以巴楞楞哈，巴楞楞是男士的了哈，比萨斯拉了哈，比萨斯拉就是去参加这个阶层的意思了哈，比萨斯拉了。米巴扎嘎就是真的是提升进阶哈，那成年礼就是一个进阶的仪式啊，巴达拉。那刚刚子琪有讲到，巴达拉是相当于放鞭炮哈。好，吉萨蒂纳斯呢这个词我还没有办法解释哈。那丽娜斯应该有点是这个有带那个尖尖的东西了，哈，尖尖的。那尖尖的东西有可能是羽毛啦或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吉萨蒂纳是这个意思哈。那巴楞楞应该也是属于这种概念，应该也是啊，巴楞楞，楞楞。如果按照字来讲，楞楞是什么？火很茂盛，哈，火。我在上族语绘本的时候，冷冷是洪水。不，没有，不是冷冷，是冷冷。哦，冷冷。哎，冷冷是那个火很茂盛。你讲冷冷才是洪水，冷冷呐。好，你看你如果写好了哈，好，自己写好了哈。老师，可以用那个嘎萨斯拉了吗？可以啊，可以哦。那个巴楞楞用嘎萨斯拉的也可以哦。没有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个文化词啦，哈，就是说你的翻译是意识对就可了，哈。好。Kailangan numalita nga inuniaro ko kungkuan mi patara to mi patara to damianan 哈，好，这个好，Kailangan numalita nga 那个子琪是，所以你这个颠倒了。颠倒了。为什么？大一那个努马里登爱是老人家去邀请哦。对，是不是？现在是学校邀请哦。
哦，好好好，学校邀请谁？邀请长老，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颠倒了哈，你修改一下哈。好，智慧的好了哈。好，mitailang tukaras nuniaro ko picurasan an pacakat itamianan哈。好，mi pacakat itamianan 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句子了。姑是主格标记啊，所以学校picurasan学校啊，学校邀请mitailang tukaras nuniaro 部落的长老耆老。Memang mi pacakat itamian 哈，为我们晋升哈itamianan 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句子结构哈。好，我们看一下书写的哈。好，mitailang ko pidilisan tukaras nuniaro mi pacakat itamianan 哈基本上这个更好哈，因为标准的就是这个主词这个格位呢是在第二个位置哈，第二个位置。那现在呢，我们比较现代的语言呢，大概就是主词的位置呢，可以跑到都的后面哈，可以跑到都的后面哈，好，所以这个都在这里哈，好，基本上这个两个结构都非常好啊，都是规范的结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秀兰的哈，好没有？Takusen ni pichusal aisislan ko garas no niaro paleng itamianan哈，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ko garas no niaro 这个还是有颠倒了哈。takusen 哈，takusen 邀请啊，对，好，他邀请谁？他邀请谁？听不到，等一下，他邀请的是学校邀请长老，对不对？学校邀请，是学校邀请了。我加了一个校长。对，没有关系哈，就是说，所以takusen no garas no niaro姑所以这个姑要在这里姑姑在这里哈，这个 no 就不要了哈。takusen 所以takusen哈。所以学校邀请的是 garas no niaro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takusen要怎么改？takusen 要怎么改？就不能takus han kugalas 不行，就是说这个关键在哪里？就是学校它是主词，所以姑它一定是比如他或者是艾斯兰，是不是？艾斯兰是校长嘛？校长对没有问题，学校或校长都行。那问题就是这个关键在这里，所以你这个词缀要改，怎么改 ？takus han kugalas。如果你用汉的话，后面就要变姑了，要加一个姑了。所以你看，所以它就是一个词组的概念哈。所以这边要改成什么？咪
Mitacos 对，哦，米达过是哈，嗯然后后面要变什么？米达过是怎么样？ ，tucalas，对，好，哎米达过是都嘎拉斯诺尼亚罗，过比作大山啊，巴哎楞登你达米亚难，没问题吧？好，这个，OK，句法结构就是对了哈。好，对，现在就是咪跟嗯啊汉这个概念，这个都是对的哦。问题是咪的话后面要接什么，嗯的话要接什么，汉呢要接什么，这个就是关键哈。翻译的时候，这个问题在这里哈，牵扯到格位标记，又牵扯到主词。好，我们多努力了哈。好，差很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慧琴的哈。慧琴，慧琴，嗨，米大一档过比第一档都跟他是弄年了啊，米把这个当面哈。好，你这个你是指什么时候离开部落的？嗯，15岁。啊，差不多啊，跟我一样啊，我也是15岁离开部落的啊。你哥哥怎么那么厉害？他比较早在复习这些，我是这1-2年才开始摸了。哦，这1-2年才开始摸，好，这对， 1-2年开始摸就这么厉害了。好就问哥哥啊。啊，好，对啊，你哥哥这么厉害哈，好。米台兰过比第兰都跟拉是努尼亚罗啊，米巴扎嘎迪达米亚的哈，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这个句子结构哈。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子琪的哈，子琪看看怎么修改哈。啊，大浪恩，好，你看大浪恩过公故，都马里登爱努尼亚罗啊，米巴达拉伊达米亚南。好，那个这个结构哈，那个子琪在，一样的概念哈。嗯，所以嗯的话呢比较麻烦，你最好是改成什么？按，不是，大浪恩，你打一浪，对对，一定要你打咪哈。一浪，如果大浪恩，不按。大浪恩的话就变成要努喽，有没有？哦，有没有？大浪恩努公固，有没有？就是那就不是，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很清楚。嗯它就的话，变成不是主词了。对，关键在这里。好，就说你哦，们的翻译吼出错嗯，通常都在这里。是，好，通常都在这里哦。就说那有时候我会没有讲到哈。嗯，所以如果是孤呢，通常一定是什么？通常是咪，是不是？嗯，你答一让孤，公孤按都，嘛你等下弄了啊，咪不得啦，一打面呢，这就是完整的，对比较完整对的这个对，就是说牵扯到，因为我们的关键就是动词词缀哈，嗯，它一变化后面就要跟着变，咪后面怎么接，要怎么接，哈，嗯，你要怎么接，爱要怎么接，这个就是你们要熟练的。en 就是说表示说它是祈使句，那它后面会接努，就是说是谁的祈使，谁的要求的意思是吗？你这样说会，你很容易搞混，就是嗯，你最好是用咪是什么？咪就是我我主动，你先不要主动被动，先不要。咪就是我，就是主持，主持这个人他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主持是学校嘛，学校是嘛，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是，对不对？你先从这个概念去学的话，可能会更精准。好，那如果是呢，它后面要接临属格，就麻烦在这里。大三个努是不是？大三个你有没有？其实你们要学的是这个呢。好，咪后面要接什么？好，咪加古。好，后面要接什么？你们现在要练习的其实都是这个。你看，大三个你嘎造有没有？大三个努发基有没有？
，n 的话就是后面是临属格，咪的话后面就要接主词，咕啊，咪达一浪叽嘎造有没有？啊，你们要练习的是这个哦，哈，这样的翻译才会精准哈。好，那个这个结语有番号，我把它弄进来好了。结语是恒春的了哈，我们看一下恒春的怎么样。好，等一下哈。啊，may dahilangan no pitagsian, may dahilangan no pitagsian ko malitengay. Miri kakawan, itakuanan misral, semak semak. 好，may dahilangan no pitagsian ko malitengay. 跟我刚刚颠倒。其实这个因为他用 no 没有问题，属哦，于学校邀请。可是他的主持是老人呢。对，就老了，主持就在这里了哈。好，它这个句子结构还有点问题哈。Mili kakawan itakuanan misasral misasral 就可以了啊。那个什么可以不要啊？这件事情，这个句子结构是对啊，但是这主谓宾这个概念有点问题哈。我们把它改一下哈。所以咪大一浪哈，咪大一浪就好了哈。不，大几案都你看这个一点点的问题而已，有没有？咪大一浪过比大几案都买登爱米里嘎嘎万一大关呢，米萨斯拉这样的话这个句子结构就对了哈。好，估跟都的概念哈。好，那估的后面你看它这边有案哈，是名词都的后面马里登爱，所以马里登爱老人所以人它是个名词米达伊浪过比达基案多马里登爱，这个句子结构就 OK 了。那只是后面的就是在对谁干什么所以老师是马里登爱还是米里登爱？马里登爱了哈，应该是马里登爱哈答错了。马里登爱哈。好，米达伊浪过比达基案多马里登爱米里嘎嘎万伊达古安安米萨斯拉哈。这样的话，这个句子结构就 OK 了哈。好，基本上我们再翻一句好不好？我们再翻一句哈。这一句很短很短。长老让我们比赛射箭那我们再翻一下来。长老让我们比赛射箭，比赛。所以这个是主词哦。所以这个是动词，让在阿美也是个动词让我们做什么？比赛射箭。比赛射箭也是动词所以这个让呢，它是用词缀的这个概念附加起来的附加在哪里思考一下所以这个最好的词缀就是用这个那叫间接实义看你们能不能用这个间接实义动词
如果你用这个词缀的话，这个句子非常简单。好，你们先写哈，那个这个子习这边呢，也把那个上一篇的翻出来，没关系哈，我们就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那个子习的哈。好，mitahilangai ko pitagjian to matuasay no niaro mili kagawa damianan哈，mili kagawa damianan哈，好，这个结构就非常规范了哈，没问题哈。mitahilangai ko pitagjian哈，pitagjian to matuasay哈，就是姑姑在这个地方学校，都邀请谁？邀请这个长老哈。好 ，OK， 这个没有问题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长老让我们射箭比赛哈。那个智慧已经翻好了哈。好，米巴比利弗米巴纳古嘎拉斯伊达米亚南。米巴比利弗米巴纳古嘎拉斯伊达米亚南好，基本上这个结构是对的了哈。它用米巴去好。如果你用8P8的话呢，就不能是咪了哈。咪巴里弗咪巴比里弗咪巴比里弗咪巴那古嘎拉斯伊达米亚难哈，这没有问题哈。所以里弗里弗就是比赛哈，竞争哈。里弗主要是竞争的意思啊。巴那就是射箭哈。里弗也可以说是测验哈，测试测验哈。理论上，我们里弗这个词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考试考试这个词skin 呢 ，skin 是介词所以应该用里弗里弗比较好测验考试好，我们看一下，好，书写的好了哈。好，米巴比利弗古嘎拉西达米亚纳比巴纳好，这个也可以哈。这个结构是属于比较规范的阿美语哈。锅通常是摆在第二个位置这个就是比较规范的阿美语哈。那前面这个是这个连动作这个是比较现代哈，连续动作比赛射箭那我们通常这个第二个连动词呢会摆在最后面哈，这个是很古老的这个句子结构哈。好，很好哈，这是书写的哈。好，所以你们都是用咪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哈。老师，你看我的最新的那个就好了。最新就下面这个哈。对对。巴比利弗你用巴比利弗巴比巴巴比巴比巴利弗巴比巴利弗
ku mari tengai nuniaro itamianan amipana ha.好，papi pali fet ku mari tengai nuniaro itamianan amipana哈。好，基本上这个结构是对的了哈。好，他就用这个8B8哈，就是间接使役哈，这个很好哈。8B8里分哈，8B8哈，就是让谁呢？长老，让谁射箭呢？我们呢？让我们射箭哈。8B8里分ku mari tengai noniaro itamiana能班了哈，没有问题哈，很好哈。这个就是8B8这个也用上了哈。好，看一下这个用咪是最简单的了哈，咪。好，咪把比例分过嘛，等下一大面那能办了哈，这个结构基本上都跟上面一样哈。好，还有谁哈？好，秀兰的哈，秀兰的。好，咪巴比西亚，咪巴比西阿燕你用摁哈。啊，好，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咪巴比西亚燕，咕。我们多阿塞所以你看你这边哈，你这边是咕了有没有？啊，好，这边是咕，然后这边又是嘎密，有没有？你这个嘎密是主词，你这个马多阿塞也是主词，所以咪巴比西亚院诺诺马多阿塞嘎密阿米巴纳还哎，可以。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们呢？主持啊，你对，不能古嘎密啊，不是，就是说这边的主词是长老了哈，所以你这个结构就是不合适。好，不能用当然意摁思是对，就是说这个记法结构就是不对称，就是嗯我们要按照中文的结构，长老是主词，所以射箭的是谁？我们呢，让我们射箭的是谁？长老，所以长老让我们射箭哦，所以长老叫我们射箭哦，是不是？哎，这个概念在这里哈，所以咪巴比西亚，好，不用摁哦，对，因为我一般们来讲哈，这个就可以加估了哈，对，所以我要讲的概念说，你的咪哈后面不可能再加摁，你记住这个概念，咪后面就不可能再加摁了，啊，这个句子结构就会出现错误，是，好，好，你咪哈，我们顺便讲一下好了，把它往下哈。好，咪巴比西爱古马多阿塞一哈一达米亚难，达米亚难哈，哎，这样的话就对了哈。阿米班纳，啊，对，这样就对了哈，这个结构就是对的了哈。那我现在还是讲一下，我看一下还有谁吗？还有子习的哈，子习的我们看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咪的这个摁跟摁之间的概念哈。好，巴比巴利弗代
Ku mari tengah itu tu tamianan mi pana mari tengah你这个是mari N 区mari tengah好 OK 好这个结构哈。你看，Papi Palifatai ku mali tengah itu tamianan mi pana 哈，好不好？加个啊哈，这边加爱没有问题哈 ，OK， 好，这边加爱是没有问题。好，那个知悉，你为什么用都哈？你为什么用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这个都达米亚难。哎，用错了。其实不是错，没有问题。啊，你看别人都是用一，看到没有？一达米亚难有没有？哈，有啊，这个你看这里哈，从第一个哈，一达米亚难，一达米亚难有没有？全都是一哦，只有你用多，所以我要问你的想法是什么？啊，没有错哦。但是用多跟用一，它有一点点的差别哈。基本上达米亚难已经是受词了，哈。多呢，如果你用多呢，也不是不可以，就表示什么？再加强调，它有强调的意思在。这个达米亚难已经是受词了，啊，已经是受词没有问题。可是你加这个多呢，它有强调的意思，就是针对我们，它有针对我们的意思。这个多叫针对我们。好，我要讲的在这里哦，你的记法结构没有错哦，可是它的意思更深，哈，可以理解吗？可以，我都是这样用，所以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讲都是这样子使用嘛，那我不知道真正的意思。你看，一般来讲都是一，那一跟多都可以省略，都不要巴比巴利弗带过马里登爱达米亚难米巴那没有问题啊，都不要，一不要。都是对的，也都是正确，因为达米亚难已经是受格标记了，没有问题。可是你加一呢，它只是有个方向，可是都呢，它更加强调就针对我们，是啊，都是它有针对性的意思。哈，我要讲的在这里哈。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啊，再讲花一点啊。谢老师。这个词再解释一下。好，我们就用这个字了哈。它就是咪，好咪的后面基本上哈，只能再接爱，哈，只能再接什么按，啊按哈，还有摁摁不行，不行啊，不行，摁不行哈。为什么？因为咪等于摁，等于什么汉，三个是不可能重复的。就是咪，你后面不可能接摁，后面也不可能接汉，不行，因为它的概念都是要去做。啊，咪是我自己要去做，摁是什么？别人叫我做。好，那汉是什么？啊，大家认为要这样做，所以这个三个词缀是不会重复的。啊，我要讲的在这里哈。所以后面呢，咪后面只会接爱或者是按，啊，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哈。啊，这个是一些词缀的一些应用的一个概念了哈。其实你可以自己练习造句后，那个谁，那个秀兰，就是咪啊，然后你咪是什么？咪后面一定是接，应该是接主词。摁呢后面是接临属格。那摁跟汉是一样的概念，也是接临属格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录音的话是更好啊。那你把我说的这些话记下来啊，这个很关键哦，真的很关键哦哈，特别是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是你在写句子结构的时候啊，因为有些口语你自己去找对应看看 ，me 后面不会出现 n 啊，也不会出现汉，只会是 me I 哈 me an 啊，大概是这个概念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时间也谢谢老师。那后面这